来西武不是干那通去海边耍，山顶也足精彩哦。这个天东花园是西武出名的翕相打卡的景点。伊这应该是规个西部上悬的山，这所在，伊拢会遮来避暑啊。伊遮一定爱去啊，因为遮有足侪无共的艺术。所以遮就是大家拢会遮等啊。哎对。好啊，是我帮拍的。我惊第惊管的我。袂啦。我讲太恐怖啦！啊，你是咧紧张啥？卡卡袂啦。来，可以啊，1 2 3 smile。你等下好听看一下。伊咧讲我伊讲伊来放屁啊！哎呀，来，看哥哥一届啊，来，快点，1 2 3 ，OK。拜。拜拜。